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講解一下關於如何根據芯片內選擇對應程序的講解。我們的接收卡分為 E 系列接收卡以及渠道部所有的接收卡。那麼通過硬件版本，我們可以將其分為3合1、4合1、5合1。3合1就是 75B、75E、6.0以及 I5。4合1就是 5A 75B、5A 75E 8.0以及2320 V 6.0、6.1和280、6.0、6.1。那麼具體的這個硬件版本嘢，可以直接在硬件上查看到5合1在4合1的基礎上增加了120的接收卡。根據我們模組的一個芯片類型，可以分為常規的芯片、高刷芯片以及時芯的芯片。一些較為特殊的芯片以及接收卡可以聯繫當地同事，諮詢協助升級相應嘅版本以及程序。通過進入我們對外開放的雲空間，在這裏我們可以進行對接收卡升級程序的一個匯總。這裏是我們的3合1程序，裏面有高刷、絲蘭以及常規的芯片的程序，以及我們4合1的程序，也有相應的常規高刷以及絲蘭。最新的5合1程序就是加入E120之後的一個適配的版本，也可以進行直接升級。除了這些常規的一些芯片程序，像其他一些 E 系列以及 K 系列相應的程序過於繁雜，可以聯繫我們當地的同事來進行一個協助的升級操作。